讲道专心敬畏上帝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真欢喜有一个第一摆来咱中间 Michelle 的神师，今日伫咱甲咱做礼拜，咱真欢迎啊！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要恳求主你帮助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伫你的听的内底，阮会当领受圣神的帮助。阮知影伫阮信仰中间有一个足要紧的功课，就是敬畏上帝。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阮智慧的开端，智慧的起头。阮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祝福的中间，伫今仔日得到圣神的帮助。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会当明白一个真宝贝的功课，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尊主最大。阮要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三甲伫地。求主你的圣神运行对阮讲话，祈祷我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至圣的天父上帝敬畏耶和华是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历代的教会一个信仰上要紧的功课，就是尊主最大，敬畏耶和华。人也因为敬畏耶和华，人的生命要得到智慧。不但安尼，咱要甲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常常将上帝放伫咱的心内。咱的心看世界就无共款。古早有一句话讲：人的心内底若有什么，伊看外面的世界嘛是什么。人的心内就是伊心所想的，伊所看到的世界，就是伊生命的投射，伊内心的世界，欲望情绪的一个反射。愿上帝的圣神运行伫咱的会中，互咱在座的教会兄弟姊妹，咱会通成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这是一个真宝贝的功课，非常的重要伫咱的信仰。人若无敬畏上帝的心，无论是听讲道，无论是读圣经，咱拢真困难会当成做一个完完全全明白上帝伊的旨意的人。这个人心内若有上帝，上帝的声就常常出现伫伊的心内。上帝的圣神，伊所带予咱的智慧，就要成做咱脚前的灯，甲路上的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总是我个人感觉，伫近代的教会对这个敬虔、甲对圣洁的生活有哪来哪忽略。我毋知咱兄弟姊妹有安尼感觉无？我问这是我一个错觉。这个时代的教会渐渐人的能力提高，人的文静也提高，人的经济能力嘛提高，社会地位、教育程度拢提高，所以人渐渐就感觉无啥需要上帝。古早耶稣医病赶鬼，是人常常烧钱要来互伊来祝福。但是今仔日咱破病有时咱嘛要来教会祈祷，因为咱感觉去病院看医生比来教会祈祷更较实际。是医生的养成是要帮助咱伫肉体的顶端得到怜悯，但是上帝毋是干那医病赶鬼尔，上帝更要紧，伊就是一个上帝是神，咱来敬拜伊。咱的心灵、咱的生命要得到伊的帮助。望咱伫今仔日这个功课顶端，咱会通亲像今仔日圣经的路加福音第5节，当耶稣伫讲道的中间所做奇妙的事，就是互一个变碎的伊得到医治。后来这个变碎的这个代志，就互众人戆业着惊，伊的目睭讲：咱看见一项真奇怪的代志。这句话是一个真水的经文，但一个牧师甲咱分享，也希望上帝帮助咱。因为一个人的内心若无有圣神，咱真困难会通真捌上帝是真个活的上帝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通过敬畏的心，咱会通成做一个看到上帝荣耀的基督徒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路加福音第5章17节到25节，传统上这是一个真水互人纪念的故事。伊咧讲起有一个变碎的人，伊的亲人朋友足毋甘，伊成做一个瘫痪，就是行为不便的人。所以当因带这个人、跟这个人来要耶稣给祝福的时，无拍算，
耶稣伫迄个所在讲道聚会的迄个厝，上细间人已经满，所以因无法度对迄个门入去到伫大厅的内底，互耶稣甲伊画手甲伊祝福。所以这个人就灵机一动，因就有一个感动讲：咱若无都对大门入去，无咱对厝顶甲伊推落去。这是一个足奇怪的智慧。因就爬去这间厝的主人，伊的厝顶尾，伫迄个厝边的中间讲，圣灵讲，甲迄个厝挂、厝壳，甲伊厝遐，甲伊摕掉了后，将这个人就对迄个厝顶甲伊对落去。耶稣看到一个足奇怪的现象，就是有一群人甲一个变衰的人对厝顶安尼甲伊对落来时，耶稣讲，这个人靠这种的信心呢？因相信安尼落来，这个人就医治吗？耶稣就伫迄个所在学了这个代志。耶稣伊嘛讲起另外一个足奇怪的话，咱来读这段话。所以这个所在咧记载讲，总是我要互恁知影，因为耶稣甲伊讲，你的信心，你的罪赦免你的罪得着赦免。所以当时伫迄个厝内有真侪真有学问的犹太人的经学士甲法利赛人，因一生敬畏上帝。所以因绝对无讲碰的话，因为因知影一项代志只有上帝做，就是互罪人得到赦免，罪得到赦免。所以当耶稣讲，因为你的信心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这个人真无欢喜。伊讲这个人是啥物人？竟然讲这个欠管的话，真无大无小。因唔知影，这个人其实就是上帝，伊的代表。基督耶稣，耶稣伫这个所在通过这样代志，其实有伊特别的巧气。伊不但要互人讲，你若信求就得到，更加要紧，伊要互人知影讲，人有真侪代志是因为犯罪来发生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当耶稣甲伊讲，今仔日我所做的代志，是为着要互恁了解，人子不但有医病赶鬼的权利，人子阁有赦免人的罪的权柄，直直像人子有赦罪的权柄。所以就甲这个变衰的人讲起来，摕你的袍啊，倒去你的厝。这内底有三句话，起来，摕你的袍啊，倒去你的厝。但一个咱深深来学习这段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咱伫人生中间有真侪时阵，咱感觉无能为力，敢毋是安尼？伫咱无能为力的时阵，你敢愿意听到耶稣的话，甲你讲起来？耶稣伫这个所在，不但医治人的肉体，耶稣伫这个所在，互一个绝望的人起而行，爬起来行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这个变衰的人，是毋是代表今仔日有真侪伫人生中间受到真侪的创伤攻击，对家己的人生失去信心，无法度行使一个人伊自主权的人？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耶稣的阳光今仔日甲咱三合伫地，请人看见耶稣所做这个奇怪的代志，因为这个人耶稣讲一句话，讲起来，这个人就起来，靠这简单的代志，比现代21世纪的医生伊的权柄更较大。所听的姊妹，即时起来，意思就是救恩甲医治马上临到。耶稣所讲，伊的话就成就。所以，你姊妹，上帝的话就是安尼遮尔简单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，互伊的怜悯临到伫咱的中间。其实咱的时代嘛会使安尼。咱的教会过去有一个叫做一个家庭叫做廖炳姊妹，伊的丈夫伫长期判病，伫迄个临终最后的时阵，病院甲伊讲：你敢有要做伙洗礼？后来廖炳姊妹伊的丈夫甲建章，甲伊的爸爸做伙行洗礼。无拍算伫过工，伊就过往，到了咧办丧事的时，伊的家庭充满忧伤，佮不安。我也会记得，当我到建章因兜咧主持最后迄个告别式的时，廖炳姊妹走来我的身边，甲我讲：牧师，等一个礼拜了后，敢会当拜托你敲棺查？我听无伊啥物意思，因为这是一项足奇怪的代志。但是后来我忽然想到讲，检查伊的家庭有拄着欠算，
因为台湾人可能有去刷到迄种的感觉。伊讲我的查某孙忽冷忽热，我的查某孙安尼忽然身躯无爽快，安尼发烧。啊，我就想着讲，大概伊想要哭观察，用迄观察壶的茶，是毋是去遐烧水，互即个囡仔洗身躯，通去霉安尼。啊，我甲伊讲，廖兵姊妹，无需要哭观察。吼，恁若爱做，伫礼拜祝祷了后，恁家己来做。但是如果恁若愿意，因为瞬间圣神咧讲话讲，恁若愿意，你甲囡仔带来，你捧一杯水，无需甲伊换手祈祷。啊，伊个人就捧一杯水，伫礼拜了后，伊捧迄杯水，啊，我就为迄个囡仔祈祷，然后我用迄杯水互迄个囡仔啉，后来去蒙灵去塔灵，迄个囡仔好了了，我毋知影即项代志。因为我相信这个家庭需要上帝的听，因拄信主，完全毋捌受到圣经的话的帮助，所以因对这个生活是无改变，因嘛毋知要安怎做，但是上帝要互因一个看会到的记号。所以当这个囡仔啉这杯水了后，因为忽然为什么我安尼想，圣神嘛无甲我解释，我就忽然想讲，因需要有一个看会到的记号，所以后来这个囡仔去到蒙年大了后。隔礼拜因来做礼拜，廖兵姊妹甲我讲，牧师，我的囝婿甲我讲，基督教较简单。我讲安怎讲？伊讲，当迄个囡仔你甲伊祈祷，伊啉迄杯水，就好了了。毋是牧师教兄弟姊妹，耶稣讲，今仔日要互恁知影，人子有权柄，通医治甲赦罪。所以，听弟兄姊妹，今仔日甲咱分享的这个题目，你我咱拢知，对无？咱做一个基督徒，敢无死心塌心敬畏上帝？但是，兄弟姊妹，知还阁无够，爱深知，爱真知，爱活伫咱的生活中间。不但伫咱的意识，互咱的生命真做归荣光上帝的人。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圣经安尼讲，伊讲正人就戆哑，单位足水吼，戆哑就是喙开惊着。啊！然后因看到这样奇妙的代志，就是久长倒伫眠床顶悬，无都爬起来。这个人忽然耶稣甲伊讲起来，伊就爬起来。因甲咱查一项圣经记载讲拍破啊，哦，了不起的代志。因伫公野中间归荣光天父上帝，满心惊吓。因出声讲一句，伊讲今仔日我看见一个意外的代志。所以兄弟姊妹。这句话深深吸引我伫读经的时阵，我讲我一定要甲兄弟姊妹分享这句话。伊讲我看见意外的事，非常的事。中文的圣经翻作我看见非常之事，对非常的代志。圣经原文这个字叫做 paradox，paradox 这个字英语叫做 paradox， 这个字是一个足奇怪的代志。就是我看到这项代志，甲我一生的经验完全无法接受的代志。这个字叫做逆理背离，是非而是。我看起来感觉无可能的代志，但是伊竟然发生。当我读到这句话时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互我的目睭会当看见我以前看袂明白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拢会当看到上帝伫咱人生所有备的，为了听伊的人所有备的。你会记得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2节，伊讲是心未捌想过，目睭未捌看，耳孔从来毋捌听见。今仔这句话叫做非常之事，但话该翻做非常意外的代志。吼，今仔日阮看到一项非常的代志 ，paradox。这是希腊文，希腊文直接翻过英文，共一个字 paradox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咧讲起有一项甲我的人生的经验有冲突。骗水的人较有可能爬起来行，摆开的人较有可能爬起来行，青白的人较有可能看见，无可能发生的代志，但是今仔日发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神就进入今仔日咱敬拜赞美的第一条歌，一定跟咱讲。未见之事的凭据，兄弟姊妹，
你愿意因为这个信心，就将你的一生来交代上帝吗？愿上帝互咱看到，伫人未话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愿上帝互咱经历到，别人讲基督教太真简单，遐个姊妹不简单啊！这毋是足简单的代志。你相信上帝互一个囡仔啉一杯水，伊就会好吗？迄若毋是圣神的感动，牧师嘛无迄个信心通安尼做。但是圣神讲，你著安尼做的时阵，咱就伫迄个所在讲阿门，主就成就迄样代志。反正伫今仔日个礼拜，2000年前的故事，甲咱三甲地地到永永远远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无可能发生的代志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来发生。我送恁一句话：当你若看到圣经内底讲真有智慧、真奥妙，咱读无明白的话，你就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解说互我听，因为我做人的智慧遐尼浅，我是一个真粗浅的人。主啊，我未了解，主你解说互我听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这是今仔日咱的金句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搁另外一节，以赛亚第2章11节，第2章第2节，伫迄个所在咧讲起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底，伊就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财帛的灵，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愿今仔日所有的每一句的圣经写伫兄弟姊妹，恁的心思意念毋通袂记哩，伫到恁一生的路尾。你若愿意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策略的灵、能力的灵，搁有就是财帛的灵。愿你伫主的面前伸出你祈祷的手，你甲主讨讲，主帮助我。你的信心伫我的心内，我就真对有智慧。为你的囡仔祈祷，互你的囡仔，伊虽然真细汉，伊就尽捌有价值的事、有意义的事，甲伊一生到落尾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赏赐咱2项事。第一项，开咱的目睭，开咱的家族，互咱的家族看见救恩的事。今仔日这个字叫做 paradox， 这个字就是伫我的经验中间，我从来毋捌想过的代志。但是主因为听我，上帝因为听我，上帝要将这个救恩放伫我的生命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赐阮祝福，互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甲上帝讲，主我需要的人，主开咱的目睭，也仰望伫云端顶端做礼拜兄弟姊妹，咱拢有份，因为咱的上帝是神，伊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。愿伊甲咱三甲地地，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通亲像看见这项奇妙的事，伫咱的人生来发生。所听的姊妹，耶稣所讲，因为你的信，你的罪得到赦免，赦罪比肉体医治更加重要。耶稣的意思是安尼，人认捌上帝比伊的病痛得到医治更加重要。因为新约基督本身不是上重要的礼物，新约基督最重要就是互人看见上帝的权能甲伊的救恩的稳定。所听的姊妹，不是新约基督救人信耶稣，是因为咱认捌上帝荣耀，咱信耶稣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讲，开我心门，互我会通接纳你；开我目睭，互我会当更加清楚来看到你；开我耳孔，互我会当更加清楚听到你圣经话命的话。至圣的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阮甲你讲阿们的事，迄个变碎的故事嘛，临到伫阮的中间。有真侪人信这个全能的上帝，但是咱生活、咱的念头中间感觉凡事拢困难。咱的生命若有这种负面的想法的兄弟姊妹，愿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真做一个，因为信，咱愿意相信上帝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。咱的变碎的思想，就是咱受到残累，就是咱受捆绑，咱受阻挡，咱受威胁。因为咱看到人生是用咱的目睭来看人生，但是若有上帝圣神进入咱的内底，咱要用耶稣的目睭来看人生。无可能的代志，要变做有可能；
看见对什么时阵开始经历？我知影讲道100篇，不如互人亲眼看见，对无？一个基督徒的信啊，只有靠听是无够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摆咱做聚会时，牧师拢会写一个祈祷文。迄个祈祷文是对心中甲上帝承认讲，我做你的牧者，我无可能，但是伫祈祷中间关注你成就。所以每一个礼拜牧师拢为恁写一个祈祷文，对心内是一个祝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话名甲能力，甲咱撒甲伫地，伫到咱一生的路尾，毋是干那听见，毋是干那看见，是真真正正享受经历着主的同在。所以兄弟姊妹毋免客气，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这若是你应允，愿你成就伫我的生命中间。经历着主的同在，会通互咱的生命真够活。经历着圣神的教诲，会互迄个教诲有信心。甲圣神同在，经历圣神的基督徒，伊会感觉人生不过再是苦海，因为上帝伫我的身边，伊要为我成就一件又大又难的事情。恁听到又大又难，你会记迄阵圣经牧师甲恁分享过，写伫啥物所在？有牧师我袂记啊。耶利米书33章第2节，每一摆做礼拜，咱常常复习，遐个经文咱会记哩，但是咱还会记哩讲，这写伫上帝话的什么所在？咱的人生中间，若拄着艰难，咱敢有迄个信心，爬起伫厝顶，将上帝所予咱的亲人，咱交互主耶稣，对迄个厝挂甲掀开，将这个无可能的人，该交互咱的主耶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福音书所讲的，就是经历到主的故事。咱的生命听福音，听福音最大的目的，嘛就是要经历到主甲咱撒甲伫地。耶稣伫今仔日这个故事最重要，医治的意思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医治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检查无亲就终身也关啊。咱检查无亲就预尝也关啊！但是咱的人生中间有时，敢有因为失去信心，咱没有办法起而行，咱的信心无法度互咱勇敢爬起来，奔跑，展翅上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有这种的信心，会当亲像鹰鸟体息，飞悬展翅上腾。今仔日上帝为主耶稣所做的救恩已经临到。咱来回想圣经腓立比书2章1节，保罗问腓立比的教会兄弟姊妹，一共究竟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有没有使你们得到改变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心内，你家己回答。咱做基督徒遮尔久，圣经的话敢有改变咱的行为，改变咱的思想？愿天父上帝伫每一摆的礼拜，拢想述咱一句，改变咱的话。每一礼拜拢做小小的改变，每一礼拜拢做小小的改变，一点一滴，一装一下，咱的生命就真多。哪来哪亲像主耶稣？亲爱兄弟姊妹，敬拜主耶稣最重要目的，毋是干那挂这个胸章啊，最主要是生命的改变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主耶稣今仔日临到你的人生，因为伊是咱共同敬拜的主。愿你的生命充满欢喜。你敢会记得去年最后一届礼拜，牧师甲恁讲 ，God is amazing, life is amazing。你敢愿意你的生命是一个充满赞叹？你甲主讲，主啊，我何等何德何能？伫我的人生中间会通因为有你，主啊，我的生命何其幸福，我不配，但是为什么有你伫我的生命中？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将伊的恩典放伫你的内底。伫最后一个去年最后一届礼拜，牧师甲恁分享一个人叫做 John Paul II 约翰保禄2世的上任的教宗。
伊伫伊担任教宗的时候，伊伫伊的野日记簿顶管，伫个手册顶管，伊写一句话，伊讲与耶稣基督同行是一个很奇妙的探险。与耶稣基督同行，甲耶稣基督同行，是一个人生中间一了不起的一个旅程。所以，弟姊妹，愿伊的经历变做你的经历，愿今仔日的故事变随的人拢爬起来行。咱甲主讲，主求你牵我的手，主求你牵我的手，主求你帮助我。今仔日，互我听见你的话，伫这个所在，耶稣讲。今仔日我所讲，叫恁要知人子伫地上有赦免人的权柄。今仔进入上帝的面前，伫主的面前，将咱的一生交托讲：主啊，我真糊涂；主啊，我真寒慢；主啊，我真软弱；主啊，我伫无小心的中间得罪了你。主耶稣讲：起来，不可再犯罪。主讲：起来，不可再犯罪。伫今仔日这个礼拜，上帝予咱的话，伊讲：我吩咐你起来。摕到你的袍啊，倒去你的厝，倒去你的意思就是带着得胜的权柄，倒去你的人生的中间。当我读到这句话时，我就想到摩西伫西奈山顶看到异象，伊看到燃烧的荆棘，恁会记迄个故事无？当伊看到迄个燃烧荆棘的时阵，有声甲伊讲：脱去你的鞋子，脱掉你的鞋啊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殿，是神圣的所在。伫个所在，上帝将责任交予伊，交代伊。这个故事结束，伊举着伊的竿仔离开西奈山，出来记记安怎写？伊讲摩西手举上帝的竿仔落西奈山，伊手举原本迄个古早去插竿仔，但是当伊离开时，上帝将权能、将能力放伫伊个竿仔顶悬。所以摩西后来到伊年老时，伊讲：我对山顶落来了，我的性命无共款，因为我手举上帝的竿仔。耶稣甲这个变水的讲：起来，拿你的袍倒去你的厝。意思原本你是倒伫这个所在，但是今仔日你讲倒去了，互众人看见，荣耀上帝。你的手中有你原本迄个竿仔，但是这个竿仔要变做上帝的竿仔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将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，倒去你的世界了后，有耶稣甲咱同在，前后完全无共款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顶悬，耶稣不但医治咱，耶稣透帮咱，耶稣互咱有一个切肯，伊讲起来，爬起来行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无搁再伫涂骹烂烂扫。兄弟姊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，咱无搁带伫这个世间世俗的文化、社会应受的中间乱乱说。今仔日耶稣甲咱讲：起来，倒去你的厝，甲你的亲人讲：当我已经得到医治，我也无共款。倒去你的厝，甲你的亲人讲：我今仔日无搁再共款，是过去的我，因为主耶稣基督。伫我的内面的活，是毋是安尼？耶稣爱咱对到咱原本的世界，做伊的见证。所以伫这个所在有三项事：耶稣爱咱有行动，耶稣爱咱带着咱过去的经历来荣耀上帝；耶稣爱咱倒去到咱的亲人朋友的中间来为伊做见证，讲以前我是一个变水的，但是今仔日耶稣怜悯我的生命全然无共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礼拜了后，牧师的祝祷不是结束，牧师的祝祷是切恳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夫妻，甲恁三甲弟弟回去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祝祷不是结束，祝祷是一个新的一个礼拜，一个切恳。耶稣嘛是安尼讲：起来，拿你的袍啊，倒去你的厝。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甲咱讲话，我要甲咱分享我伫喜乐堡医院甲因做一个读书会。我常常甲这个喜乐堡医院的这个同工分享有关于情绪的教导。咱的生命就亲像这个变水的，有当时咱感觉无能为力，
为什么？因为咱的心内有一寡负面的思想，那叫做负面的情绪。最近有出一本册，伫去年，这本册讲为什么我常常是一个悲剧命运的人物？为什么这种行为模式一再反复？对我的原生家庭，到我的囡仔，一代那像受咒诅，有真侪迄个家庭的迄个伤害，一代搁传一代。古伦神父通过圣经的故事，包括这个变水的，伊讲起来，将过去主宰你的家庭的命运，迄个厄运噩梦不断。伊讲唔是，应该要斩断，因为伫咱生命中间有一种阻挡咱的行为模式，就是无健康的心理思想、潜意识、过去的伤害，咱来将这个伤害摕掉。伊讲一个譬如。伊讲，若一支刀插伫人的身躯顶悬，这支刀若无甲掰掉安那，这个空喙永远袂好。你敢无同意？在咱的心内有真侪受气、怨叹、怨妒、嫉妒，有真侪不舒服的情绪，若伫咱的心内，都亲像一支刀若插伫咱的心内，咱迄个伤口永远袂好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主耶稣存伊的手掏开咱。将咱心中迄个苦楚，迄个主宰咱的过去的家庭的悲剧的命运，主将这创伤，主将这受气，主将这苦毒，甲咱背掉。这是今仔日咱听到耶稣所讲，起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如果你若感觉讲，主啊，当我听到这个今仔日的故事，我心内真正有感动。但是我嘛想到我心内还阁有迄种我无法度，甲伊背起来，那一把刀子。主我毋敢背，因为我咧背这支刀的时候会痛，对吧？主我毋敢。兄弟姊妹，如果你若感觉做袂来，你甲耶稣讲，求你用你温柔的双手。主啊，我心内这个痛痛，我毋敢伸手甲伊背掉。主耶稣求你温柔，用你温柔的双手来帮助我。我将我一切的软弱，来摆伫你的手中。今仔这个圣经的故事深深感动我。我有一阵听我的亲人，因陪伴我、鼓励我，时时将我扛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面前。主啊，伫今仔日求你互救恩临到我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。第二，你今仔日这个礼拜中间，我要用这个 paradox 这个字来甲咱做祈祷。人看见上帝奇妙的所在，伊对心中狂野，伊就讲：开安呢，非常奇怪的代志。paradox 这个英语翻作圣经改翻作英文的时阵，伊用英语的字叫做 strange， 真奇怪啊，真奇怪。兄弟姊妹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人生行一项新的事，是咱袂捌求、袂捌讨，将来常常袂到。求天父上帝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敬畏上帝会带来什么？敬畏上帝毋是干那一个宗教的品格，敬畏上帝最大的理由就是让咱的生命彻底上得到改变。敬畏上帝的人会有一个觉醒，前我糊涂，当我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前我痴迷，但是当我得到看见，恁会记得迄个起源迄条诗歌无？主啊，叫你开我目睭，互我的生命有一种新的看见，我会通觉醒上帝你伫我的人生中间。今仔日圣经真简单讲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若愿意一日读一篇的箴言，我一个月都读一摆。我伫细汉的时候，我的爸爸送我第一本的圣经，伊就甲我讲，对箴言先开始看，一日读一篇。伫迄几年的中间，我逐个月拢读一摆箴言，互箴言真侪话，真侪我的生命的思想根据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是所有整个箴言所讲的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伊那个浓缩叫做一句话，就是我拄则甲恁读的，迄个耶利米书第33章第2节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耶和华的灵就进入伊的生命中，伊的生命就有智慧，
过来咧，有聪明，过来咧，有策略，有能力，有策略，有才华，有敬畏耶和华的心。所听的姊妹，你若愿意认捌敬畏耶和华的效果，你会当用这句做开始，因为所罗门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这是中文的翻译。白话字的圣经翻译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，根本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智慧的灵放在咱中间，歹势所听的，不是耶利米书第33章第2节，是以赛亚第11章第2节。耶和华的灵点伫咱的心上，咱就要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策略、有能力、有才华、有敬畏耶和华的心。所听的姊妹，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。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咱就有超越这个世间迷惑、甲迷压榨的，会当做一个真正确的判断。智慧这个字原本伊的意思是什么？智慧这个字英语叫做 wisdom， 伊的意思就是一种的能力。智慧本身是一种的判断甲做决定的能力。兄弟姊妹，何等的宝贝，敢是？智慧不是读册学来，是上帝予咱的。智慧不是上课做学生学来。当上帝灵来伫咱的内底，咱自然而然有这个能力做选择、做判断。因为上帝话甲圣神合作，上帝话甲圣神的合作，人伫心内就有判断的能力，有做决定的能力。愿圣神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，踮伫恁的人生中间，互恁真正有智慧的人，恁所做的决定，深深影响恁的一生，到恁的后代，行行顺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恁有聪明，聪明是什么？聪明嘛是一种的能力，伊是学习的能力，伊是一个理解的能力。兄弟姊妹，聪明跟智慧一体两面，无啥共款，但是拢是一种的能力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花手伫你家己的心，你甲主祷讲，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甲你讨两项，互我有智慧，互我有聪明，互我手有选择的能力，互我的手有做决定的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你的囡仔，所听教会的青年，恁是爸爸妈妈的宝贝，你嘛是上帝的宝贝。愿恁心中有敬畏的心，恁若愿意敬畏上帝，伫恁的一生的道路顶端，上帝伊的圣神要甲恁讲话，因为耶稣讲，天顶的圣神就是保惠师，上帝差遣的保惠师，要将我所讲过的话，佮讲一摆互恁听。圣神要将主耶稣讲过的话，佮讲互恁听，恁就要真做有智慧的人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箴言伫圣经中间有真侪教导有关智慧。牧师无甲你引第几章第几节，互恁家己倒去找答案。智慧的人不会自以为是，有智慧的人袂用家己做自以为是的人。智慧会通互人认捌，比钱更加宝贝的代志。智慧会通互人谨慎、负责任。步步谨慎，远离恶事。智慧会通互人明白什么是尊贵，什么是真主价值甲活命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心互圣神感动拍开，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无爱阁再做一个愚戆的人，我无爱阁做一个无行动能力的人。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主耶稣，求你赏赐我起而行、爬起来行的力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不幸福也难。你相信吗？阿门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无幸福也困难。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若搁做工人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为主开咱的目睭，互咱有智慧，搁看见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目睭，主求你开我的目睭，
最重要的是我的心眼要有好心眼。有的人真歹目睭拢用无好的念头来看代志。对今仔日开始求天父上帝，伊的灵踮伫我的内面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做一个一生无怨无悔、专心跟对上帝的人。恁敢会记得顶礼拜我甲你分享一个少年囡仔，伊讲迄三句话，伊讲毫无保留、勇往直前、无怨无悔。愿咱伫一生中间，咱亲像这个威廉波顿，伊真正就是一个毫无保留、无怨无悔、勇往直前。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伫敬畏伊的心的时，咱因为有敬畏的心，咱就看见上帝的同在，也是捌上帝伊奇妙的作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尊至圣、万权能、摇花阮的上帝，愿伫你的圣殿内听见你话命的话，愿伫你的圣殿内切切向你恳求，恳求你赏赐圣神来帮助所有我的兄弟姊妹，是你所听的囝儿甲查某囝。愿你的圣神进入因的心，进入因的家庭，成做因的帮助。当你同在的时阵，愚妄的人就要成做有智慧的人，因为摇花的灵同在，人就要有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、策略以及财物。愿天父上帝将敬畏的心放伫这间教会，和这间教会是一间独荣耀敬畏上帝的教会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门。